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股隔剩4日特别宏观受到美股大落甲外资影响，台股早起震动超过700点，收盘落18点。暗时要变天咯，寒流明仔载落南各地会搁湿搁冷，礼拜甲后礼拜一平地上低温可能无到6度。海群号早起第4届出海畅水测试，有专家认为应该有机会伫6月交船，因为延前到6月底，大船航发3800多万。来看今年特别过年咯，台股搁剩4日特别宏观，因为昨美股大落，再加上昨外资大卖咱台湾股票影响，台股早起一开盘就落600多点。盘中伫台积电、有台达电的带动开始起哦，指数上悬上加差将近700点，尾盘是落18点，以31782点收盘。伫过年进前，市场避险的情绪是真悬，最近比特币是落真惨哦，昨美国4大指数嘛拢收乌。今仔早起台股一开盘，台积电等电子宽达股是落真济，一开盘哦就拢落600点咯。也毋过盘中哦尾盘出现台积电等电子股开始起，指数震动将近700点。有分析师嘛表示讲，真侪投资者有股票要放过年的习惯，所以离过年封关只剩4日，真侪人卖股票要等过年。第三哦，若美股继续落，嘛影响到台股。再来看今仔全台湾的天气是拢真热热，也毋过暗时开始就要变天咯。寒流明仔载落南，各地哦会搁湿搁冷。礼拜到后礼拜一，全台湾各县市哦是拢真冷，台北恐惊是无到10度，北加上低温哦嘛可能无到6度。北部即几天拢是侪云好天，毋过你要反天啊！气象署讲，初六开始锋面经过，所以台湾各地拢会开始落雨，搁反冷。然后初七因为寒流落南，各地温度拢会明显降温，平均温度伫12度至16度左右。预估到了明天的晚上，各地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那尤其是北部以及宜兰这些区域，它的温度低温是比较持续的，各地的降雨还是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气象署预告，这波寒流会寒到初9，各地天气才会渐渐变稳定。但是也是爱注意早暗会较寒，一直到11个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到时温度阁会降低。我们预估这一波的冷空气的强度大概在东北季风到冷气团之间哦，那各地的温度会稍微再有一些降低哦，相较于前一天的状况。那早晚大致上在13到16度左右，那降雨的情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零星的。气象署提醒农民渔民，即阵啊寒流强，温度低，建议量早做好防寒的准备，避免损失。另外，拜六礼拜，关山有可能会落雪。气象署讲，涂骹可能会结冰，有要去山顶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国造的畅水南海群号昨完成第3届的畅水测试，今仔早起又搁进行第4届的测试。也毋过台船是无发新闻，昨下晡是有民众伫钓鱼的时，看到海群号伫高雄甲台南外海附近的测试。有军事主观测家嘛发现讲，这几届的测试哦，调整到前的时间是愈来愈短，应该状况是袂歹，有机会会当伫6月交船。台船是表示讲，因为延前到6月底，因大概航发3800多万。镜头叫阮看头前深色的尖蓝，就是海群号，这是初5下晡钓客伫咧高雄外海去翕到的。钓客伫咧社群媒体铺文讲，迄当阵阁有军舰的广播，提醒因爱赶紧离开，会当伫咧出海钓鱼去当着海群号测试。互钓客讲实在是太好运啦！若初六早起9点外，海群号嘛再一届出海，准备进行第4摆的潜航测试。虽然出发的时阵落大雨，毋过军事迷大家嘛是爱国旗，咧替国军加油。除了整个舰体的完整性、水密性以外，还有包括它的动力。还有水下听音系统，还有像它的这个在潜望镜深度的这个换气、充电作业，还有像这个它水下通信，还有像这个它的声呐系统，这些都是要逐一测试的。
军事专家讲，海军号自顶礼拜开始展开监航科目，观察因每一届监航测试结束了后，需要调整修正的时间明显减少，代表目前测试的流程真顺序，效率真好。研判车内的测试水域也是维持伫100公尺以内的范围。甲进前普航测试6摆频率来看，监航测试恐惊会超过6摆。若是照目前的办势来看，伫今年6月交南的这个目标有5万会当完成。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共军事的威胁，咱国军是继续提升战力。针对美国军事的进度，国防部长郭立雄嘛表示讲，N1A2T 战车和海马斯今年全部拢会交货。嘛讲美国已经有想法要互台湾有北约国家同款的军事待遇。有学者嘛表示讲，这代表讲咱台湾有甲日本、甲韩国等国家军事的等级，唔来当来加速军事的行政流程，佮通互台美签订军购合约的时，会当争取偌好的条件。人讲是上强战车 M1A2T， 哪驶哪射击，展现火力，甲台湾北部守备的责任担起来。国军甲美国采购108台 M1A2T 分3批，这2批已经顺利交货，上尾1批有机会伫3月份全部送来台湾。外界关注台美军售的进度，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美国已经修法，互台湾有北约 Plus 同款军售的待遇。那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军售的效率，也提出了多项方案。比如说修订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让台湾享有跟北约 Plus 成员国同等的军售待遇等，会有助于加速对台军售的行政程序。新型武器交货各方机，包括 MQ-9B 无人机、单防岛300、LTS-600 无人机、火山布雷系统，拢会伫今年分配送来台湾。学者分析，台湾从纳入北约 Plus。有甲日本、南韩、纽西兰、以色列等国家同款军售的等级，除了会当加速军售的流程，对咱国伫谈判的阶段有帮助，嘛会当争取更较有利的条件。那是不是有可能延迟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取得下一次购买的优先权，或者是有其他一些辅助的一些，像是延长保护，或者是一些武器的取得、弹药的取得，我觉得这一些都有赖于我们的一个谈判手法。台海情势紧张。根据统计，去年扰乱台湾的中国军机有甲3764架次，比2024年增加23%。另外，去年嘛有2640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郭立雄指出，中国想要打造台海内海化的假象。向国际传递讯号，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周边的空域跟水域都属于它的这个主权跟治权的范围，用意在警告其他国家就是不要靠近台湾或企图协防。也拿美国国会研究处上新的报告警示台湾，中国军方可能无偌久就会有拍台湾的能力，台湾爱提升战力，不过煞面临内部的挑战。亲像朝野伫咧国防预算，双方正对徛，地区外界会支持台湾，感受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提名不分区的立委中国配偶李金秀，以中国这个问题是个继续探索。内政部是认为立法院应该爱依法改制。也嘛无排除要透过宪法法庭来裁判。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今仔嘛呼吁院长韩国瑜应该爱有作为。有中配身份的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李金秀，因为国籍的问题，内政部长刘世芳表明未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给李金秀。刘委会也讲会用上严格条件处理。海委会主席关碧玲虽然伫 FB 发文讲李金秀女士的国家如果用海警船塑料拦风，和海巡一暗拢无困，那真正行今日这顺台要怎面对？每天是炒弄意识形态，分裂台湾内部。这个对台湾的团结啊，完全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是法律没有规范，那就请行政院提出修法；如果认为是应该修宪，那也请总统大胆的、公开的出来讲。谢良解讲，即马处理两岸人民事务的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无所谓抛弃无抛弃国籍的问题。因那内政部是国籍法的主管机关，部长刘世芳讲，也唔知影立法院是唔是有摕到李金秀放弃的申请文件，国会若国无处理改制的争议，无排除交予宪法法庭处理。民进党团会发出公文，要求韩国瑜院长，第一个出面说明，第二个按照法制做出该有的裁处，因为唯一可以把李珍秀解职的只有韩国瑜院长。为什么同样都是民主进步党执政，针对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国籍法的解释，赖清德跟蔡英文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依照两岸条例明定，大陆地区人民只要伫咧台湾写一满10年，就让登记参选。因若国籍法要求公职人员未当有双重国籍。中配参政适用的法律引起讨论，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武表示，法律之间本来就有适用性的无同，强调立委告职进前应该申请办理放弃外国国籍，是实施几多年的规定。虽然也向议长韩国瑜送公文，要求立法院赶紧予个人一个交代。李金秀办公室表示，希望大法官有智慧去看这个制度甲现实之间的无公平的所在，解决长久以来法律的问题，让大家赶紧注意重要的民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初赖 TV 甲 KKTV 合并，要来提升台湾影音串流平台市场的市占率哦。最近传出讲赖 TV 受到骇客入侵，偷摕个资。赖 TV 嘛发声明强调讲，已经有做紧急应变的做法咯。也毋过有偌济用户的个资外流，因并无说明。赖 TV 是表示讲，即马系统的空棚已经修补，嘛强化相关的防护机制，要来确保用户的资料甲平台内容的安全。外界是真烦恼讲，赖同时软体，佮有其他服务敢有受到影响？公司是强调讲，赖无共款的服务拢是独立运作，未受到影响。再来看一个涉毒品案的嫌犯，昨去台中市的派出所接受调查，煞伫边仔等的时候，摕手机4个翕，佮翕电脑的笔录，佮甲画面铺伫网络顶头。分局是表示讲，当时无注意到伊的摄影，会来调查处罚相关的人员。这嫌犯除了犯着毒品案，嘛以刑事妨害公务罪来上班。嫌犯伫咧介护区举手机翕伊互手铐铐起来画面，甚至佮个镜头上阵警察桌顶的电脑直接翕笔录。20多岁洗出的查甫人，佮甲影片铺伫咧网络顶头，有其他的警方看袂落去，才压出来。这件代志才曝空。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地国分局松安派出所，初五透早7点多处理民众纠纷案，请洗出的男子以关系人身份到派出所协助调查。煞未发现伊阁有毒品的案件，转做是现行犯铐起来。过程当中无注意到伊摄影的动作，警方承认有管理的疏失。侦办案件管控疏失，本分局已依规定惩处在案，并列为案例教育，后续将加强训练。台中市地国分局强调，迄时生出的查甫人翕的地点是伫咧人犯介护区，因为涉及有毒品，毋是卖毒，手机毋是违禁品，无法度查扣。毋过使用手机翕笔录是违反远景执勤的案件安全。犯嫌使用他自己手机拍照这个动作假如说我们在公务机关我们会请同仁严格的制止他。这个部分它是不可以适当的拍摄或是公开的。那假如有违反其他的刑事责任的话，我们会依法办理。台中警方表示，本案会调查停处失职人员，会加强内部的教育训练。也若这个生出的嫌犯，除了涉及毒品，伫咧警察局内底翕影片铺网络，嘛涉犯妨害公务、妨害秘密罪嫌，会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要伫宜兰设站的争议是搁继续的炭烧，支持甲反对两派的人早起拢去环境部来表达意见。支持的人是认为讲高铁会当来提升宜兰对外交通的方便性，也毋过反对派是主张讲要甲北宜的地铁方案公平来做比较，所以要求政府应该要重新评估。高铁来刚开通，我相信咱的主地去较大，你等下看一老伙看一老伙，看一时代。支持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民意代表和宜兰人，伫环境部头前发出诉求。另外一边无到几公尺的所在，也反对宜兰去高铁的环团等来抗议。交通部践踏专业。参与反对宜兰高铁抗议行动的，除了有当地居民、环团，阁有前交通部长何丁丹。反对方指出，铁路局无规划过程，无甲地铁方案加入比较，有美化高铁的行为。他们在程序当中不断地去更替数字，等于是美化高铁现在的这个效果。但是同时间又把直铁的成本也好，直铁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台铁亏损也好呢，通通都把它置若罔闻哈。有反对的宜兰居民认为，若是去高铁就有土地、农地需要互人征收，而且位置也无确定，就算唔免征收，附近的徛家嘛有可能变真差。我们整个社区都夹在到国道5。
与高铁之间。我们社区都是第一次购屋的。 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换屋。记者会结束了后，反对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款团，也甲所管署交予环境部，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地铁和高铁的方案，要求政府爱加强地方居民的沟通。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已经争取超过20档的滨南快速公路有新的进度。伫2月初4第一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通过了，即马开始第2阶段的作业。公路局嘛伫初4到初6这3天，要伫车城、枋寮、佮有潮州办4场的电风说明会。那第2阶段宽屏真顺利，通车的时间有机会当提前1、2档。 争取超过20年的滨南快速道路第1阶段宽屏，伫初4通过啊。公路局同时间举办4场地方说明会，初6每场伫枋寮，未少乡亲到场关心。除了关心快速道路的终点，敢有要进入恒春以外，嘛烦恼讲规划路线，若经过太阳能的核电厂，会阁对环境造成冲击。要做就是真正爱有心要做。我即马要问伊的，就是伊画的路线，若有经过太阳能，因要安怎处理？ 这点是大问题啊！唔好时到你甲阮讲啊，因为有太阳能厂，所以阮这路无法度开。安尼这唔是咧装笑的，你就是来骗人的尔嘛。就是年假或是过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我们要过马路的时间都是太长了，车子太多了，然后就几乎都是塞车。 公路局表示，目前的规划拍算对台88线快速道路德产终点向潮州东边延伸，搁往南进入来义、枋寮、枋山和西亚车城，路程大约65公里，按算设备交流道。公路局拍算上紧爱2032年才会当动工，但是居民认为伤慢，希望中央脚步爱赶紧。公路局讲会尽量缩短宽屏时间。屏南地区的民众乡亲很希望我们加速这块屏南高速公路施作。 我会针对说你生态调查什么要做到很仔细的那种，会跟顾问公司讨论，让我们在送环境部审查的时候，可以让委员认同，我们马上加速让它通过这样子。公路局讲，滨南快速道路完工了后，会当消透第1线和滨俄公路甲其他的车流量，改善几年来塞车的问题，让滨南地区的交通愈安全愈利便。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个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罗西亚两国最后一份核子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月初5就到期了。我家是真烦恼讲，若无受到约束，核子武器的竞赛恐惊会失控。两国是等我参详修正，还是讲要来定新的条约？也毋过，双方伫关键的问题，目前是阁无共识。 2019年游戏时阵的美国、罗西亚两国元首奥巴马甲麦维德夫签署条约，伫今年两国国会批准了后，伫2021年1月初5生效期限10年。2021年由两国总统川普甲普廷同意延长5年，期限是2026年2月初5。这项条约全名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是 New START， 主要是限制两国的核弹头甲核武发射平台数量。 搁确立互相验证检查的机制安怎运作。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真侪摆表示，伫新的地缘政治结构甲愈来愈侪国家有核武之下，这存在15年条约已经过时，按延期甲过去无共款的做法。Rather than extend New START, a badly negotiated deal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ident wants to have our nuclear experts work on a new, improved, and modernized treaty that can last long into the future, and that'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with the Russians. 美国认为，罗西亚甲中国既然共齐定线，中国核武也爱纳入计算，搁则是有条约规范的查核。同时，罗西亚、中国一直研发新型飞弹，包含设定无伫条约规范内底所能力配备核弹头的武器，互美国伫无好的局势。不过，罗西亚无同意这种讲法。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занимают позиц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торой их ядер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есопоставим с потенциал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России, и поэтому они не хотя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считают это не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Мы с уважением относимся к такой позиции. 包含联合国等国际社会成员对核武条约基本失效，无新的条约替代，感觉是真烦恼。不过外电报道指出，在美国邀请罗西亚甲乌克兰代表伫阿布达比会上停火条件时阵，美国、罗西亚另外针对战略核武问题进行参详。不过双方对关键问题依然有家己意见，目前无达成共识。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
再来看美国出兵协调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举行的第2轮洛俄美三方的和平谈判刚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嘛冷4个月，双方阁分别搁再交换政府157个人。虽然是无传出讲有突破性谈判的结果，也毋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讲，已经会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有可能会伫美国举行。包括7个平民在内，乌克兰157个战俘平安倒转来。罗西亚也有157个兵仔，互人遣送回国。罗国表示，乌克兰手里也有无辜的罗西亚公民，希望赶紧放人。这是4个月以来头一届政府交换行动，也是阿布达比会谈主要的成果之一。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形容和平谈判细节深入，而且真有成果。俄乌战争要收煞，也有真侪石头要做。Багато аспектів неможливо обговорити телефоно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гресс есть, и идет хорошее пози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перед. 目前上歹舞的是领土的问题，罗西亚要求乌克兰甲也未受到控制的顿巴斯东部工业区剩的部分刮出来。另外一个关键是基辅要求欧洲的盟友甲美国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成立将近150天后，调过真侪普利兹奖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活动前袂予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也毋过因为媒体环境的改变，这几冬读者甲流量是差真侪哦。最近嘛宣布大裁员，大约是要裁掉1/3的员工，主要是体育版、出版评论的专栏，甲几个海外分社收起来。Where more than 300 of my enormously talented colleagues and myself were laid off from this newspaper yesterday by email. 因为债务压力，组织整理顶世纪70年代报道越战加压出水门案表现最高的美国老牌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宣布要裁1/3的员工，大概300个人。DC 居民加足侪员工齐聚伫咧总部门口，也救邮报的牌仔大声抗议。These layoffs are shameful. 华盛顿邮报自1877年创立，是美国华府地区历史上久长的报社。政治新闻是因上出名的，这培养足侪普利兹奖得奖的人，嘛伫美国的历史足侪代志的新闻报道设一个重要的班。The desk that broke Watergate. The desk that was covering that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coverage of the insurrection at the Capitol. These were journalists who we are losing are som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写予员工的批内底，主编莫瑞表示，这是一个真痛苦的决定。伊嘛指出，伫咧影片等等领域，华盛顿邮报已经对袂到消费者习惯改变，而且阁有 AI 生成新闻抓重点，嘛毋是引出去原底新闻的文章。发言人贝佐斯要伫2013年用2.5亿美金解救债务困境的华盛顿邮报，得到济济呵乐。毋过即马伊互批评讲，有超过2500亿美金的资金，煞无愿意阁开钱救一间有100多年历史的传统媒体。The four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Jeff Bezos, owns the Washington Post. He could run it at a loss for the rest of time, and yet he refuses. 报社的中东采访团队，还阁有伫基辅的乌克兰特派记者，拢起红丝头路。华盛顿邮报前总编巴伦表示，这是华盛顿邮报上黑暗的日子之一。不过，这摆大裁员，嘛阁反映出所有新闻机构伫咧收入甲订阅人数落去，还阁有 AI 冲击了后所面临的困境。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去年是代替公司化第2档，代替去年中起票价了后，平均一日的运量嘛是超过66万人次，票价收益率嘛比去年增加约2成，营收是创新高。也毋过自以早到今加起来过了43亿6千多万。代替是强调讲，因的骨力赚欠啊用，继续来开发代替假期等副业来增加收入。望讲117年会当对了钱变趁钱。去年12月代替花莲站发生吊车作业人员去轰动的代志，若代替公司化进入第2档，即马是咧拼安全改革，毋过有当阵嘛是会发生意外。根据代替公司的数据显示，行车的事故也有行车故障的案件是拢有下降，其中行车故障的代志比前一年减少11.2%，未来会到安全平台加强安全。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
台铁云平台预定在118年完成桥梁行车安全提升计划，跟号志连锁的系统更新。另外，在收入这方面，去年6月台铁车票起价了后，每一天的客运量来到66.51万人次，票务的收入比去年同一期增加19.02%。若规年的客运收入比前一年增加33.131块。另外，伫咧铁道观光的收入嘛成长21%。我们现在目前亏损在114年依照我们的决算数字，所以我们亏损是43.6亿元。我们现在目前面临比较大的成本的控管的部分是要努力的是折旧的成本因为我们新车的投入、新的设备投入这个折旧的费用会增加。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照顾，公司却有着不少的管控，让员工的业务量暴增。对于台铁工会讲，应该爱互员工更较好的福利，甲人才留条例。台铁公司统计，去年的离职的比率已经自公司化第一档的3%下降到1.66%。对着人较无够的机务甲电务这方面，嘛拢会阁继续引人，相关的福利嘛拢会阁继续拍拼。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咯，各县市政府嘛已经定出春节客丁车加乘的费用，800几一抓是要加收30块，华东地区要加收50块，新竹甲苗栗是会加收3成。有民众是认为伤贵咯，有客丁车司机嘛真烦恼讲，去3成恐惊无人要坐。车站头前计程车排班等人客，过年伫要到啊，各县市也公告计程车收费方式，其中新竹甲苗栗对后礼拜5开始，想要坐车就要加收3成，互民众话伤贵。过年时去一次也是无要紧啦，毋过3成讲正经的收较济一次啊。那你涨个1成，我觉得那就蛮合理，3成就是有点过头了。那民众话贵，就连计程车运将嘛讲加收3成无合理，就惊安尼根本就再无人客。不合理，怎么说？没人要做。我们也觉得比较贵啊，完全都没有客源啊。按照各县市公布的过年计程车加乘费用，台北、基隆、甲宜兰拢是起跳加30块，桃园、台中、东部地区是一抓加收50块，新竹甲苗栗是照原价加收30%，全台湾上悬。2月13日至2月22日，总共10天。那收费方式呢，会按照就是原规定的收费方式加3成。那市府呢，为了提醒就是乘客春节期间加价的措施，特别印制了中英日3国语言，来提供给计程车驾驶张贴于后座。每年春节前，新竹县市会共同邀集计程车工会商讨春节期间计程车的运价。那今年春节比较往年采原运价加收30%。新竹县市交通处解说，这个决定是甲计程车工会讨论出来的，但是比较往年的做法，交通处也提醒民众，过年坐计程车进前，会当先了解当地的收费状况，才袂造成无必要的误会甲纠纷。记者君和新竹报道。高雄有民众怨叹讲，去三凤中街买年货，今年糖仔起价起真济，也毋过店家是讲，这2档拢无起价。消保官嘛提醒业者介绍都要标好清楚。网起真侪色的糖仔摆正整齐，农历新年伫要到啊！高雄出名的年货大街三凤中街，初5下晡出现真侪人来购买，有消费者前往路不远其中一间店，同分量的糖仔1月起买差不多300块，初3起买煞爱600块。只有涨了1个，但它其实不算涨了，因为它只涨了5块。而且那个是我们调降了某个本来我们卖150的东西，所以才稍微把它的平均稍微拉高一些些。但其余大概我们这里有8成都没有调涨。头家6港品行的糖仔来称，买货糖仔无起价，嘛表示愿意甲消费者查清楚状况。另外，药店面虽然讲有标示介绍，不过消费者不愿现场的介绍，互人看拢无。买2袋都要2500，实际去问购买民众，大家看法无同。香菇贵大概100块左右，应该还可以啦。现在物价都上涨这么多了，价钱应该不会什么差动。只是说量会减少。当地相关理事长建议，若是对介绍的疑问，爱随甲头家反映。消保官嘛提醒业者爱面靠标示介绍。为了避免产生无谓的消费争议，业者应该将计费的方式，比方说，如果是用磅秤，那每100公克或者每斤多少钱呢？应该予以明示的一个揭露。
民众欢喜办年会，若是拄到头家乌白起价，难免影响心情。消保官表示，若是拄到购买前期，会当向市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由消保官协助沟通解决问题。记者采访报道。开7月起的宜兰县立图书馆新建工程要拼今年的12月份来开馆。有民众是讲，说已经要完工了，也毋过附近是囤真侪废土，佮拢发臭了。县政府表示讲，这个土会先伫当地来使用，寄出来再依法来再去处理。新的宜兰县立图书馆外面的印价已经拆除，文化局要拼12月开馆。不过，新馆边原本是大草坪的所在，目前也是蹲真侪时间的时流落来土风，引起附近民众的议论。没有移走会不会觉得不好？对啊，就是不好看啊。但其实光这样看过去，那个建筑物其实就挡了大半。民众烦恼，这土风若无处理，会破坏当地的景观，对大草坪的后续的利用嘛无好，让市区失去唯一的绿地。有文书工作者呼吁公部门应该要好好处理土风，因为大草坪是附近民众重要的休闲加办活动的所在。这一次如果有那么多土方啦，我们是很期待那个文化局能够好好规划，把它好好整理，让那里的更有园林的风貌。图书馆新建工程由县府建设处代办，建设处表示，这土方原则上会在地利用，做好绿美化。寄出来的土会依法甲车走。现场有一些暂时堆置的土方，我们整个图书馆工程原则是以目前现地的土方就地平衡的方式。但是针对土方的问题，真侪县市无量能会当处理。最近未少土方佫运入来宜兰，民间传出处理费顺势野悬，县府已经清点县内22搭会当收用土方的场所，预计收用的量大约是8万立方米，嘛要求各收用场必须控管2楼3层和县内土方使用，同时加强客闸，以免出现乱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肉品市场清扫的计划已经讨论10多天了，昨又搁第2回讨论。农业局是表示讲，农会已经答应讲会甲屠宰场刷走，市场会转型做冷链还是食品加工。也毋过是有理长是讲，望农业局会当提出具体的时间表。民国55年起，伫咧三民区民族路顶悬的高雄肉品市场，是高雄地区农会甲市府做规经营的。因为都市发展的关系，拄好位伫咧市中心的肉品市场，一年大约爱抬20万只猪。屠宰场甲拍卖场带来空气甲噪音问题，地方要求市场爱迁走已经花10多冬啊。建摆议会嘛拢会提出来问，不过落尾也是无效无实。初5议会有议员再次提起，农业局总算有一个较明确的回答。最近大家比较朝向一个共识的方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原地转型，那可能是朝这个能源方面大家来进行。下半年度会提出一个让在地居民，包括连周遭环境都能够有不错的变化的一个改善案。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真正提出的改善案，真正能够让在地的居民能够接受。市府2年前就决定要甲肉品市场刷走，后来因为土地产权的问题，甲农会物料无欢喜，迁徙计划也因为安尼袂顶袂当。看到双方总算有共识，地方随风欢喜。不过里长口说讲要做冷链原地转型，这2年前就讲过啊，希望市府爱有更较积极的作为。这个议题有那是2当前我就听过啊啦，按个到即马目前嘛无明确的动作还是时间点出来。所以到现在，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农业局啊，然后跟市府之间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动作出来。对我们来说是绿地比较好，像是公共设施啊、公园啊，或是停车场啊这一类的会比较好一点。莫阁逐工听猪仔惨叫声，片草猪屎味，是原来里居民等伊20冬的愿望。当地人拢愿望市府会当紧，莫阁回应安尼尿忙落去。记者郭家祖、柯兆阳、高永昌报道。云林保中新湖农场用稀菜共生的方式来种草鱼，减少抽地下水，嘛减用饲料甲肥料。保中乡公所希望讲用实际案例推示予农民来了解，鼓励应用新的方式来种植。家顶草鱼大了又个红，产量济，拢是透过稀菜共生系统种植的。有采用水晶食层甲改善式食物墙，将边仔鱼丸水净化了后，和作物的根直接铺伫有鱼类代谢养分的水里，和食物吸收养分，净化水质，最后水才个等来鱼循环，减少用水量。我们像这种管根的种植方式啊，它就是会每个草莓它是独立的
个体，所以它有一些土传性的疾病啊，不会借由这一套系统来做那个传染，它的那个果实的产量是比较多的。器材共生系统减少抽地下水，会当降低饲料甲肥料的使用，提升水资源再利用的效率。不过初期建设的成本较悬，需要农民评估考虑，会当分季节进行高经济的农作物，增加收益。当季的部分就是因为采较少嘛，所以才来种草莓，是属于达到效果比较好，经济效益会比较好。然后夏季的部分刚好草莓在5月份收掉以后，再来就是种蔬菜。企业来合作，会当互农民有较高悬的产值啦吼，甚至未来啦，然后会当来带动更较侪农民来采用这种方式，来种植。部长向公所表示，建立器材共生系统，虽然比传统土壤种植成本较悬，但会当增设太阳能发电等模式，会当降低生产成本，透过水循环减抽地下水，减慢地层下陷，增加高经济农作物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湿地保育法实施满10天了，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全台湾上大的中华海岸的垃圾地，阁无取得重要湿地法定身份哦。而且这几天耕地的开发案是愈来愈多，伊嘛批评政府无做好环境保育的工作，所以呼吁政府则应该爱成立专职的管理单位。济沙尾仔花条，阁有海牛、蚵嗲丰富的生态。中华西部沿海有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垃圾地，但是却一直拢无重要湿地法定身份。有环保团体就表示，今年是台湾湿地保育法正式施行满10年，希望政府要有气魄来保护这块垃圾地。候鸟来到咱遮要觅食所在，包括咱鱼啊，包括很多生物多样性，拢伫咱遮生存的所在。即摆你能够来做，垃圾地继续来消失。希望讲，咱的政府手头还较硬的，咱该保留就该保护就该保护掉的，唔能够互咱这国土到这垃圾地拢无去啊了后的时阵，未来要来抢去这垃圾地，唔是真个咱解决的。环保团体指出，为中华福兴到大城有将近11000公顷的垃圾地，有乌翠乌、大蛇绿、北海猪这保育类动物，是全国面积上大、上完整、生物多样性上丰富的海坪。即阵煞请做侪供电业者开发的地点，互当地面临污染问题。环保团体要求政府就要赶紧规划做重要湿地，守护当地渔业产业加自然生态。这湿地保育法通过了之后，现在几乎都是由下而上，在地的居民或者是社团或者学术单位认为有些是有重要湿地的潜在湿地的部分，写湿地分析报告书送上来，我们就循程序来做审查。国家公园署表示，因真重视湿地保育，嘛和在地团体保持联络甲辅导。即阵就等地方团体送重要湿地分析报告书，而且资料无问题，对照法定程序展开评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山东一带的小人香科，伫今年国历3月7日要西京3日咯，嘛有摕到金氏世界纪录108囡仔组成的亚钢钉。庙方今年要来申请登录无形文化资产。另外，伫今年的农历过年初2到初5，嘛伫小人文化园区会有亲子体验的活动。17个角头、24个砖头的北家族拢会来表演。过年时，大人囡仔会当来斗闹热。今仔穿无共色水服装，帝国中形状配件，这是台南市立民宿南营5大香科之一的小人香科。到时囡仔会办做36天宫、72地刷，拢总108个天成成群，要展现传统顶头的文化特色。这嘛正做3年1科，地方民众真期待的重要民俗盛事。囡仔细汉我拢有带伊出来咧看，所以伊最想要参与啦。要交人安尼互动，讲伫顶悬摕物件交人分享会当祈求平安过年期间亚钢钉停在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同时让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打扮成小神童好让你小朋友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在地的传统民俗的文化。今年丙午小人香科5条王石要起稿，其中8座精灵亚钢钉专长201.8公尺，目前已经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庙方讲，今年进一步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另外，香港活动透过甲小人文化园区合作，买设迎春节的活动，初2到初5办真侪亲子活动体验。庙方嘛邀请无共特色的北家众团来表演，互民众通去甲认识咱本土的文化。
伊个是拢头旗帜备吼，出自伊一个吼这个老师出来吼，所以因的比较，因的训练也好，不管是讲伊的表演也好，拢非常有达到一个水准吼，因嘛拢一一。有通过咱所谓这个文资处所谓这无形文化资产吼，嘛达到咱文化一个推广吼。标方表示，小人乡过去捌长乡过，民国76年才搁恢复办理。今年乡科对国历3月初5夜工程隔平，3月初6至初8进行示警，3月11办消防船技术，会完整呈现在地信仰的文化底地。记者苏在南采访报道。台湾人拢会拍金仔来写诗，金仔愈来愈贵，咱来看嘉义县新港伫6当前用180公斤的黄金拍一支如意，即卖介绍已经有9亿外咯，咱做伙来看卖。一块黄金放入去眼镜的壳仔内底，烧啊用去了后，才搁倒入去模具内底，等到用去的黄金冷去固定了后，才会拆外口的模具。嘉义县新港高技小展览艺术家谢东哲，捌伫2019年受到公庙委托，用180公斤的黄金来做宗教艺术品。咱即个天公庙拢有一个1、2变嘛吼，即支来转化做迄个如意，也要用黄金落去打造。其实迄个过程也没有正大，就是讲你落金啊，我差不多去170地，差不多半点钟就要落到完。谢东哲是家己做庙行甲展览真有名的艺术家，有替真侪公庙做宗教艺术品。为着要纪念迄当阵的委托，以后来阁有用灰啊，阁做一个石放伫厝内底做纪念。谢东哲指出，迄当阵金仔一钱6000外，庙方就买180公斤，开买3亿的费用。即马金仔好价，价值嘛对咧掠悬。迄阵啊，金仔一钱6000外嘛，所以总用起来照因的尺寸起来吼。伊买迄180公斤，应该是会至少3亿通啊！嘿，即马可能若像甲迄工走较上悬，安尼啊换算起来就超10亿有无？谢东哲表示，伫台湾的宗教文化当中，常常会拍金仔，也是用黄金来做物件送互神明，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嘛，因为即阵仔黄金价上悬，才互黄金做的宗教工艺品意外得到关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联民官方今仔日报公布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20支球队正式名单，台湾队30个人的名单到手都有16个。台球车美职守护者队的菲尔柴德，阁有小熊队的人啊，嘛拢伫名单内底。今年嘛是台湾队头一届有台湾 A 球车来加入。伫30个人的名单公开进前，总教练詹和久就表示，名单要选什么人是真困难。初六早起，大联盟正式公布名单，正选的30个人，投手都有16个，是6年来投手上侪，甲顶一届来比嘛换真侪人，包括伫美国拍球的林育民、林维温、曾丹中吾、陈柏佑甲沙祖神；伫日本拍球的古林瑞阳、孙怡蕊、戚玉熙甲张俊伟。中华职棒包括连续3届入选经典赛陈冠宇、张玉、欧弟维、詹俊岳、林思祥、郑浩君甲林凯威。那在考量上面就是。目前每位选手、每位投手，他们都是在整个季初的一个准备，所以在整个一个投球量其实都不会负担得太重，所以说就是会抓一个平均值出来说怎么样去搭配这样子。捕手有3个人，是林家正、周孝宏、基里基了公馆。遐内野手有7个人，包括张玉成、郑宗德、江坤宇、李浩宇、Jonathan、吴念定甲林祖伟。外野是队长陈克宪、陈新伟、林安可甲 Fairchild 甲 Jonathan 因2个人是台湾队史头一届有台 A 美国籍的球星做伙加入。就是希望说大家是一个团队啦，我们一开始走的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氛围嘛。那也希望说，在彼此之间大家都彼此之间的信任，然后全力以赴的去打每一场比赛。30个人的名单正式出来，不过詹和久顶一日已经强调讲，无入选的球员要是会甲国家队做伙来训练，一直到2月27交流赛结束。若是有人受伤有伤兵出现，就会随补一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印度，因为长期禁止捕杀龙洞狗仔，所以路边的狗仔是愈来愈多哦，不时拢会传出讲有传染病，也是咬伤人。去年印度公当局就要求讲，强制把这龙洞狗仔送去收容所，也毋过收容所嘛无空间咯，所以问题是真大。
龙洞狗规定伫街仔路拍走，这种现象印度人早就已经惯习。印度伫2001年了后禁止捕杀龙洞狗，一般民众嘛将龙洞狗看作是社区的动物咧饲，互因数量一直增加。目前全国估计有超过5000万只。敢若得利就有100万只，不过近来常常有狗仔咬伤人、甲小狗病的案例发生。最高法院伫去年8月下强制令，要求得利地区伫8礼拜内将龙洞狗送去必收容所。结果，互动物团体抗议，因为现有的收容设备无够，可能致使变相的捕杀。逼到最高法院决策大翻头，同意龙洞狗只要注疫苗也是验过，就会当放出来。有攻击性也是破病的狗仔才爱收容。不过，经过这届有性命危险的攻击事件了后，印度最高法院伫去年11月又搁发布临时命令，要搁甲龙洞狗送回去收容所，和爱狗的人急甲这礼拜去勒克瑙示威。ऐसे शेल्टर्स में जो मौजूद ही नहीं है और अगर आप केवल कुत्तों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करोड़ों कुत्तों के लिए लाखों शेल्टर्स की जरूरत है। एक बहुत बड़े ह्यूमंगस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की जरूरत है। वो कहाँ है, कब होगा, कैसे होगा, इसकी कोई बेसिक प्लानिंग नहीं 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的资料，印度因为小狗病来过身的人数排世界第一，每年平均夺走21000多人的性命，占世界小狗病死亡人数的36%。因为龙洞狗数量上大，人力甲资金又阁无够，目前治小狗病疫苗也无法度全部实施。也若强制收容龙洞狗的政策，阁反起反倒，嘛互地方政府伫个执行上进退两难。建议外国游客前往印度旅游的时，爱避免甲龙洞动物接触，也是先做小狗病疫苗。公视新闻张惠斌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